你知影阿爸名叫做孔凯，要不然孔凯摕100万要安尼帮助大金婆啊，想袂到伊甲我拒绝，我足有面子的啦。啥物啊？阿爸，你摕钱帮助大金婆啊？阿爸，自我捌代志到即马，你拢食袂配豆乳。哼，讲你有偌慷慨，我才唔相信呢。哦，阿爸，你是毋是对大金婆啊有啥物企图？差有啦，哈！哎，记起阿爸是勤勤俭俭无毋对，啊，迄是欠我家己啊，欠我家己帮助别人，这哪有啥毋对？将咱这个社会，我跟你讲，找无几个。阿爸，即马吼，讲慷慨是无路用啊，爱用头脑。对，哎，按照行跳，安尼我知，从即马开始，我要用头脑啊，要互大金婆对我的看法改变，我欣赏我，尊敬我，按照行，你足跳外貌咧。妈呀！阿勇啊，你都唔知咧哦，我若看到迄名牌咧浮起来哦，哎呦，我拢袂食袂困的咧。袂啦，哇，这种细条啊尔啦，大金无这条哦，100万啊，较要紧啦。哎呦，你无讲我想叫袂记啦。对，哦，咱来研究一下，咱连个浮名牌吼，去让大金婆要着。对，你看这件代志要哪做好？是哦，有啊，安尼啦，一步有通啊！敢会有人要搁送水果来互我食？哎，门无锁，大弟你来啊！这问大金婆也有伫的无？阮知啊，阮知无定去找灵感，我因土地特动的，你有啥代志我讲就好。我叫阿慧啊啦。听讲大金婆啊要甲人签名牌，我是来甲报名牌啦。你要来报名牌哦？对啊。阮知也毋捌你啊，你若要来报名牌？是恁师毋捌我，啊那我捌你捌到有寸哦。前几工庄仔来比赛代志，偌轰动的呢，这个人无人毋捌大金婆呢。歹势啦，是你毋甘嫌啦。遮济，食水果。啊，免啦，无客气。所以讲啊，大家拢偌崇拜大金婆呢。啊，我这回来报名牌哦，是为了表达我一点仔心意啦。哦，恁一条主人感动，啊，侪人吼要帮助阮三，靠出阮三若听着吼，一定足感动的。啊，无表示，要哪算感动啊？表示哦，嘿啊，表示，安尼要安怎表示？我是来带大金婆去问明白，这声吼一定要调到迄蛇头，足歹看的。哦，安尼意思就是要互伊，啊，毋过吼，阮三无伫咧呢。你啥无伫？嘿啊。我想要表达个就无见我。啊，有啊！你会使将你的住址哦留互我，阮再等我讲，就会去找你。安尼嘛有通哦。这是我的名字啦，啊，怎嘛安尼交代恁师吼？哦，你的关系企业遐尼多哦。是你唔甘嫌啦，无一切再拜托你了。啊，你落去甲恁师讲呢？我特动的呢，啥物代志交代我吼，拢特动。无我先来走吼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尊敬诶，哈。哇，赞！这届哦，我一定要签的。到时我若签着吼，我会用帮助多因。特动，直接阮特动。你是要我惊死哟？我嘛惊着啊！无你是咧套动啥话？师，有人要来咧报名牌呢。哈？有人要甲我报名牌？系啊。我哪有遐好心的人？你看，这个名片。当机林阿慧。哦，这关系企业阁袂细哦。是讲我都毋捌你，
伊哪遐好心要甲我报明白啊？师啊，你著遐尼好心啊，人煞袂使好心一下啊？你讲安尼嘛是有影吼。好啦好啦，婚字我也还袂签啦，无我明仔载较来找伊啊。师，我嘛要去哦。那你囡仔人要甲人去遐创啥？我毋捌看过当地先算安怎，人要去看哦。你吼，实在是爱哭爱食，搁爱对路啦。太水啊！你是讲这就是名牌啊？我唔对，快紧啊！我背哦背哦。啊，36啊！师，我备办号码嘛是36呢。哎呦，那真拄好。36对唔对？我唔对。安尼够当。你明白？赶紧来紧摕红包互人啊！好。太水啊！阮若真是钓着吼，啊，才互你食红啦！来来来，转来。安尼够当。咦，阿伟，哎呦，赞，记录真清，有钱吼。有钱。对。啊，因若讲句迄100万要安怎？咱三个对分啊。对。这到底是要安怎？看要安怎就好。要安怎？买伫动物园啦，买。阿呆，我即摆是无心情通甲你住遮拍拉凉。我甲你讲，大金婆到即摆还袂来，我心肝底是急到要死的啊！是啊。哎呦，你当时咧甲人急啥？哈，人大进步是甚物款的人物，都互咱急哦。哈，咱若莫共烦，就算真好啊啦。阿呆，你话讲了是无毋对啦。啊，不过你想看觅啊，大进步为着咱两家的代志吼，千万莫甲人签落去安尼。假使讲若有对吼，对代志是足有帮助，拢有解决啦。啊，若无对吼，对，点。哎呦，你莫乌白讲咧乌鸦嘴啦哈！咱来相信大进步的话啦。任何什么变卦，我相信大进步绝对甲咱挺大底。你安尼讲是无毋对啦，也毋过吼，我实在是感觉无啥妥当呢。无啊，是啥物咧无啥妥当？是，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等咱走路也毋是讲头一摆的，对毋？代志若袂圆满，结果是搁走路尔，哪有啥？哈，安尼，你若走咯吼，我要安怎？我免来知要安怎啊？有啊！我中午转来找阮阿爸，搁甲骗一摆，叫伊讲后山迄块地甲卖咧，来还钱就好啊！知你妄想啦！恁阿爸后山迄块地哦，迄是祖产呢，而且即摆得要变做观光区啊了。恁阿爸无爱卖，就是囥咧得要互起价啦。你搁咧小想迄块土地，别妄想啦！观光地区，我惊伊后摆着落地咧。到即摆还袂来，大进步啊较妥当诶。敢会落跑诶？哎呦，阮哪有可能闹跑啦？大进步，你来啦！对啦，我白讲，大进步哪会闹跑？那人毋是来你遮。我咧讲哦，我从阮嫂一去找灵感哦，啥物阮咧闹跑。大进步啊，你好。大进步啊，我听人讲，你最近也跟人签足大个哦。嘿啦，我吼本来是拢总毋捌签啦，啊，即摆呢吼，只好是倒运气啊。你都知影，唉，我这世人吼是上册人跋筊的啦，啊，都因为因两个啦，我毋则就爱落海。大进步啊，假使若无着安尼要安怎？你莫胡白讲啦，我特动哦，拄仔要签200尔，你就了阿爸7岁。对，你莫生气，是安尼因查人哦，较含慢讲话啦，袂晓讲你念念，你乌白讲你啥物你签袂着，迄袂用你安尼讲啦，你爱讲啦，讲句啦，对啦。是共我。是，恁两个莫乌白讲话好啊。好啊啦，恁拢总毋免搁吵啦，
放心啦，我已经将恁的代志吼，就是当做像是我家己的代志共款啦。真是的啊！你有听，将咱的代志当做是伊家己的代志啦。大金婆，安尼即摆就咱家己啊吼，咱是要签几号？大金婆，哦，恁来啊？是啊，阮拢在等你啊，等下就要红牌啊，你是想要签几号啊？嘿，阮啊，来，看这。36。哎，大舅啊，恁若想着要签36啦？恁管老做要怎？你到底要互阮签无？好来。哎，恁两个出面还用钱啊？哎呦，那你嘛免讲到遐尼早，阮也无一定会输的啊啦。输啊赢白开了，你就知啦。呀，臭屁！金婆啊，你哪想要去签这36，这领牌呢？啊是安怎讲36哪会领牌啦？对咩？怎么领牌？我是去后尾阴身大遐问来领牌呢。啊！后尾来了，哇！这段哦，正讲当头食到头尾啦。对，我想袂到哦，迄个大金婆哪遐好骗啊？嘿，这拢我设计呢。呀，刚才讲后尾哦，记了足实的。无咯，我毋捌做过，足惊老开的呢。别，做了真成，赞成。什么人？我请问你是要做啥？我要来签六合彩。请问你几姓吼？什么大名？我叫做真慷慨。啊，真慷慨。哎，真慷慨先生。我这里签拢签真大咧。我签200万的英语。啊？签200万？穿红衫裙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这声我唔知安怎，我看这声哦，惨啊，无救啊，食力啦。金婆啊，真歹势啦！我哩为了阮的代志哦，才甲你拖落来。哎呦，等你哪通讲安尼啦？咱人吼，若毋甲人斗相共，迄就莫讲。既然要甲人斗帮忙吼，啊，就天不怕地不怕。啊，何况这小可代志安尼，哪有就藏在遐心头啦？咱人啊，上界重要，做代志都要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。啊，毋通从迄落无正当的手段去甲人骗，安尼对无？对就对啦，啊，毋过咱真去人骗去啊，即马要安怎？哎呦，戆囡仔，你无听人咧讲，船甲桥头自然直。搭定咯，这哦，无要紧啦，时到时担当啦，无米哦，这来煮项子裤汤啦。我是惊迄个到时阵害
番薯菇汤都无通煮。啥？连番薯菇汤都无通煮哦？哇，这啥特动啊？哈？够动死的啊！好啊啦，看恁这无自信的，恁家己无信心哦，嘛爱相信大进步啊，对无？师啊，你嘛讲一下你的看法。对啦，大进步啊！你到底有啥物看法？你嘛爱互阮大家知影一下。你无看我即摆当咧想想。好啦，无你慢慢仔想，啊，我来买一寡凉的吼，恁大家食。哦。啊，有啊！为什么？是有啥物办法啦？我一骹酸啊手指吼，拄伫阿辉啊遐，还阁有剩，我想讲要阁继续去签。师诶，你莫愈签愈大啦。对啦，大进步啊，你愈签愈大哦，阮的心内会不安呢。这无法度啦，叫做教书偌大啦。阮阿爸早当是有这种心理啦，今仔日毋知会欠人遮济钱。对啦，啊若去互设计去的人吼，啊心肝内就毋甘愿的对无？对哦，大进步啊，参像这种卑鄙的小人哦，应当爱甲教死一下。后摆哦，伊只毋敢去学白工骗。哎，阿呆啊，毋通安尼想啦，莫讲啥物代志吼，拢总要用武力去解决。师，为什么？因为咱要去签这个六合彩吼，拢是咱家己心甘情愿的啊。哦对啦，阿呆啊，喂，啊恁老爸去签的时阵，敢有人叫？无啊，钱逼伊的。啊，既然这是钱逼伊的，按时安那要搁继续签啊？啊，阮阿爸就是想讲，输其他的钱啊，骗款倒转来无。谁知影讲，回头是海，愈聊愈深。这就是贪啦！恁老爸就是贪心，啊，就是想讲哦，你要搁甲批倒转来，说不定才会遐尼凄惨。所以咱人吼，都爱安分守己。对啦！我想你是在情绪哦，你这咧丢疯狂咧！大进步啊！安怎啦三六开啊啦！哈，这是开啊！真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快紧的啊，无就有啊。哦，哪会遮尔衰啊？明明都冷白，哪会变白？哪会怎让你哭出来了？哎呀，迄是恁假咯啦！这啥物三六你大两排，这下叫签着，大家来。啊，喂，莫讲遐啦，赶紧，这个酸啊，互你，这个酸啊，互你。哦，酸啊！系啦，紧紧啦，我袂有啊，袂有啊啦，紧啊。大进步啦！后尾啦！我闪解啊，够怪你啊！哦，原来你三个才是变身啊咧哈！阿呆，唔免甲伊讲较多啦，拍啦！小可大是一个就好啊，哪就拍点啦。哦，你都唔知咧，真的哦，早当时欠的钱去阮厝内面哦，甲我拖到外面呢，都是安尼，我含死安尼两个，唔知去互囡仔甲绑票伊。对啦，迄无想无气，愈想愈气，我这尾无甲赚那晒。哎啦，班长啦，我知我过去拢唔对啦，我要悔改啦，我要改啦，拜托莫搁人拍啦，唔对啦，你若唔相信哦，我就抓互恁听啦。就抓？你这种人就抓会灵哦，公阿婆无够头好用啦哈！你先刮真歹哦，要死就钱十毛，要逮就唔够好，要叫你就去找无咯，新年你就假骗啦，你就抓会成哦，啊无来，你过来就。过来就，只讲我以后唔做歹代志，我若去做歹代志哦，绝惊绝孙，无母无狗，死了无人带，看你搞无？这有影？大进步啊！我知影讲哦，阮过去做哦，拢总骗人的，袂用做这款代志啦。啊，阮正讲哦，心内要悔改。啊，你若拢唔相信吼，阮三个跪咧就抓互恁听。好，来，天在悬，地在下。我阿辉、甲阿勇、甲阿辉啊，阮三个过去所做的吼，拢是咧骗人的，做唔对的代志。从今以后吼，阮正讲要改邪归正，
我若去做唔对代志，我若去做骗人的代志哦，我愿意受生命的责罚啦。对。好啦，多谢大姐夫。阿辉啊，你都爱知影哦，迄生命吼是真正会甲人责罚呢。咱若手抓吼，一定爱记在心肝头。虽然即马无甲你接记，后摆同款的责罚啦。咱要改就爱改到底，知影无？爱重新做人哦。多谢。这你哪会用的啦？不对，你哪会用呀？放煞。当你两个是咧计较啥物啦？你无听人讲仙人拍鼓有死处，啊骹步打叉是啥物人无？人就知影通改，安尼就好啊。啊若是讲吼，恁较早互伊骗去的吼，嘛是怪恁家己小贪啊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，想贪就会软鸡蛋啦。好戏，大金箔串江湖确实是一出好戏，有真侪观众朋友写批来甲阮学咯。阮制作单位伫遮代表大金箔深深向各位感谢。大金箔甲40集是毋是会倒转去山顶来受刑呢？阮制作单位有准备丰富的奖品要来答谢各位观众朋友，要如何来参加抽奖？详细办法，敬请密切注意收看，便知分晓。下礼拜一同一个时间，敬请甲阮捧场大金箔串江湖。有情话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一个经典，为何你心内断情丝？啊，伤心的珠泪，伤心的珠泪滴落海水。激动的波浪，激动的波浪替我抗议。你无情，你无义。